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1月16日，哥林多后书4章17节安尼讲：阮所受这个暂时佮小可的艰苦，是要互阮得到袂通比佮较大永远的荣光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得永远的荣光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满有丰盛之爱甲怜悯的上帝，主啊！只有你是行奇异的事的上帝，主啊！你是件代志大到袂测度、行奇事算袂了的天父，你落雨水伫地面上，赏赐水伫田园里，你安置卑微的伫悬的所在，要举起哀惨的伫安稳的地。主啊！阮的艰苦，你拢看见。主啊！当患难艰苦临到的时，求你帮助阮，犹原敬畏你，倚靠你，直到万世代。因为阮知，阮所受这个暂时佮小可的艰苦，是要互阮得到无通比佮较大永远的荣光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要互咱得到永远的荣光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